继续来看台北市中山区林森北路甲民生东路口发生着严重的车祸。这个警政署3科3的警政委员周佑伟的后生，讲骑机车倒弯要过路口，互一台劳斯莱斯的轿车大力甲撞落，飞出去，当场人昏迷，送病院来抢救。这个车祸发生了后，轿车的驾驶无愿意加讲。对方是有违规，是不是？他车是有请人来处理的吗？这个64岁驾驶驶着1800多万的劳斯莱斯，撞到一个骑士为对象要来倒弯，这个驾驶未负反应，甲撞落，这个骑士飞出去，当场昏迷，这个机车嘛喷飞到路边全烧起来。这台1000多万的轿车车头冒落，挡风玻璃破去，车体是严重的损害，可见弄一个是真大力。这个骑机车的骑士就是3科3的警政委员周佑伟的后生。那这个轿车的驾驶酒测无来啉酒，事故责任还佫进一步来调查。